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好心好行无啥通称，做恶做毒骑马落库。意思是好人无得到好的报应，恶人却会使骑马游街。佛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果，毋是无报，是时机未到。2015年，高雄就有25岁少年人，伊去菜馆行要刮刮乐，想要试一粒手气，拄到一个老太太，甲伊讲：我腹肚枵，你敢会使请我去食饭？伊看老太太真可怜，就开100块，请伊去隔壁面店食饭。后来听人讲，这个老大人代表是12，就经这个买好12个刮刮乐，结果就100万，这是典型的好心有好报。古早人伫讲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好以远离；人为恶，祸虽未至，福以远离。这个好心早晚有好报，做歹代志的拢会有报应。袂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：好心好行无啥通称，做恶做毒骑马落空。